先生，请问您是怎么受伤的？先生，请问您用办受伤嘅？先生，请问您用办受伤嘅？我开农业搬运车摔车跌倒，压到脚。我是农业搬运车偏下來對到嘅，砸到腳咧。我是農業搬運車偏下來對到嘅，砸到腳咧。唉，真的是有时星光，有时月光，有时碰到3天风2天雨，要小心才好啊！唉，最近係有時上降，有時熱降，上時都到3日風2日水，生意真好哦。唉，最近係有時上降，有時熱降，上時都到3日風2日水，生意真好哦。你有带健保卡嗎？我先幫您掛號。你嘅健保卡有帶麼？我先讓你掛號。你嘅健保卡有帶麼？我先讓你掛號。這是我先生的健保卡，麻煩您。你係我先生嘅健保卡，麻煩你。你係我先生嘅健保卡，麻煩你。先生，來，我先幫您量一下血壓哦。先生，我先來讓你量一下血壓啵。先生，我先來讓你量一下血壓啵。請將手稍微抬高，我再幫您量個耳溫，攝氏36度半，正常。手請略略嘅卡高一些，我個讓你量一下耳孔溫度，攝氏36度半，正常。手請略略嘅卡高一些，我個讓你量一下耳孔溫度，攝氏36度半，正常。來，我看一下您的傷口。我看一下你嘅傷口，我看一下你嘅傷口。您現在會痛嗎？還是？會痛。你呢下還會痛麼？然係很痛哦。你呢下還會痛麼？然係很痛哦。您的腿可以擺動嗎？腳掌可以稍微上下動一下。你嘅腳臂做得做住2片，挺痛麼？腳板做得上下小口痛一下麼？你嘅腳臂做得做住2片，挺痛麼？腳板走得上下小口痛一下麼？沒辦法，了解。先生，請問您叫什麼名字啊？張俊宏。冇辦法，了解咧。先生，請問你按到乜嘅名？張俊芬。冇辦法，了解咧。先生，請問你按到乜嘅名？張俊芬。好，現在馬上請急診醫師為您看診。謝謝。好，等下飲水請急診醫生讓你看一下。希望。好，等下飲水請急診醫生讓你看一下。希望。